花莲秀林乡德鲁区口的富庶村最近部落附近的山壁放弃，村民是真烦恼，讲灾害会扩大，赶紧开部落会议，嘛呼吁相关单位要赶紧来处理。这是日前花莲秀林乡富庶村的居民用手机翕的画面，10年后壁的山壁突然崩落，真大声音加上土石土粉，虽然无结着厝，也毋过离部落只有300公尺，大家拢真烦恼未来会发生灾害。不管是地震也好，强降雨、土石流也好，对石林的部落的族人还是非常的惶恐，因为它占了大部分的面积，绝对是未来灾害的一个破口。工作人员特别前往视察，发现山壁主要路石范围是离海拔340公尺至500公尺之间，比顺溪估计大约有600万吨土石，潜在风险真高。我们要设置这个重力式的挡土墙，挡土墙的长度大约250米。那我们召开了6次的土地说明的协调会，那目前仍然还有3笔土地没有取得同意。根据公所资料，灾害位置除了阿年的矿业用地之外，也有27笔私有土地。在空署03地动了后，阿年虽然已经以水土保持法向县府申请紧急防灾计划，因为无得到少数地主同意，工程无法度进行。有些地主虽然他不愿意提供，但是我们经过修正我们的计划，然后尽量就是通过公有土地。面对救灾工程一直无法度进行，在地组织也召开部落会议，呼吁中央甲地方相关部门重视居民处境，敢是会当以防灾法强制地主同意，才会当尽速启动整治作业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